第六線日本嘅八福健太郎。第七線中華台北洪神佑。第八線中國陳志成。咁啊，槍聲一響啊，男子400米嘅決賽呢，亦都係開始啦。咁啊，橙色衫兩位日本嘅選手啊，第4線道呢就係谷田恭啦，咁啊係第6線道係八福健太郎啊。暫時呢見到係4線嘅谷田恭，亦都係追到呢就係韓國嘅昌根吳嘅。咁啊，至於係喺第8線道呢，陳志成呢度就自己一路帶住先啊，因為佢就冇目標嘅，佢嘅目標呢就係快啲衝過終點啊。係啦，咁但係呢，我哋見到內線嘅谷田恭啦，其實已經追緊上嚟啦。咁啊，最後呢100米呢，到底可唔可以捱得住呢？陳志成。嚟自中國嘅陳志成第一名衝過終點，時間係45秒94。第二名係嚟自日本嘅八福健太郎，第3名係日本嘅谷田恭。咁啊，當然啊，睇到即係最後咧，陳志成啊，去到最後嗰100米都非常之有力嘅。嗱，佢自己嘅個人最佳成績咧，今季就係跑過46秒15。如果呢個40秒94呢個時間係 confirm 嘅話，即係佢可以做到今季個人最佳成績嘅。咁啊，第2名翻嚟呢就係八福健太郎啦，第3呢就係谷田恭嘅。恭喜中國嘅陳志成喺男子400米決賽贏咗第1名。咁啊，另外咧第2名嘅係日本嘅八福健太郎，第3名係日本嘅谷田恭。